来呀，我等你真久咯。我想说我要打给伟哥，然后我第一个。是因为你没有讲。现场嘛，老师会教大家来唱歌戏哦。咱若报名，咱有这个参赛证明的证书。最重要的是，咱现场报名可以在现场摕到咱全联礼券100块哦。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一起哦。你要比老师大声一点点，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哇，他真的笑容100分哦。来，心跳贝贝，来，心跳贝贝，很棒！哇，好棒哦！照闪光，照闪光，该我所以有，所以有。咱的选手已经准备好啊，即马就要来歌手过招咯！来，咱今仔日团体中的新出场。歌戏呢，伊是咱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民间戏剧，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戏剧，有包括文学，包括音乐，包括舞蹈，包括这个工艺，包括美术等等，所以是款综合艺术，而且呢是伫台湾这片土地顶端发源出来，所以咱望讲，所有的这个民众呢，拢会晓唱歌戏啦。咱办理这个歌仔上星的比赛其实不是要宣讲全台湾倒一个小朋友上好唱歌戏，咱的目的是啥？就是讲要互大家拢唱歌戏，因为咱即嘛现代社会内底真侪少年朋友伊连讲台语嘛袂晓讲，连听嘛袂晓听，对无？你歌戏上尾一定会小心嘛。会晓唱歌戏，伊甲歌戏才有连结啦。透过这个比赛呢，为歌戏培养更加侪基
本观众。今仔日呢，最大的希望就讲大家来参加这个歌仔上星，大家拢感觉足好耍的，大家拢唱歌戏，大家拢爱看歌戏，安尼咱的歌戏走到万代流传，继续做迄个歌戏始终兼换贴的观众，这是阮这个举办这个比赛上界重要的目的所以希望大家好打卖走，后界继续看歌戏，安尼好无？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咱这个比赛上界重要的目的。好，感谢大家。要徛伫舞台顶要表演歌戏，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每一个人的表现啊个用心，其实拢看得出来。他都讲哦，恁伫台顶伫秀的时阵，我一度以为是我在评专业组。恁来打拢比阮较好打，大家敢起来到这个舞台，我就甲伊按赞啊！啊，这小朋友伫台顶咧比赛吼，其实听到恁的台语上感动，因为恁的台语讲了有够水。歌上星原因是因为啥？就是要互大家人捌台语，甲台语讲互清楚，台语若讲会清楚，歌就唱会好听。真欢喜看到团队做，大家真正是包罗万象，老少咸宜哈。你毋是专业的，也毋过我感觉恁逐组出来。恁的声含，甲恁的唱念，真正有够赞。啊，很开心哈，看到专业组的拢是这少年的，咱歌戏有希望啊！大家继续伫这个歌戏界拍拼，好不好？
真歹评分，你知嘛？因为大家写拢太好了，伊种相差分啊，所以哦，喺后壁哦，大家摇头毛啊。感谢今麦徛伫咧台顶吼，这10位感谢恁的认真甲坚持。所以对着恁的坚持，我首先要甲恁讲，要鼓励恁，恁都爱唔通惊艰苦，爱继续坚持落去。今仔日的比赛对着恁来讲是一个难得的经验，所以唔好放弃恁家己嘛，唔好放弃歌戏，爱继续坚持，好不好？哦，恁足赞的吼，真优秀，好，继续吼。即马就是今仔日上届刺激的时刻咯。不管有对无对，恁拢是通高的。在这一届，你们挤到前10名，啊，都是全国的前10名。我相信呢，未来都会很精彩。先祝福你们。2025年歌戏歌上青人气奖最佳创意奖的是第3名季军啊，军就是咱冠军。敢若是我呢？少年组呢？就谢谢我的同学跟我的朋友，他们一路上都很支持我。千言万语说不尽，就感谢，我爱宜兰，我爱歌戏，无想到我会得第1名。董美芬老师伫的，我足紧张的，因为是原唱嘛。准备参加比赛的过程，有真侪老师、朋友、亲情拢有甲阮鼓励、甲阮支持、甲阮协助。有恁大家的支持甲鼓励，才会当互阮有这个勇气徛伫这个舞台顶，完成这届的比赛。谢谢大家。因为足欢喜的会当阿孙的带阿嬷讲来头一遍带我来唱歌戏，所以我足紧张的。感谢辛苦的主办单位，互阮有机会徛伫台顶唱阮上心爱的歌戏，唱出来每一句每一字拢是对传统的敬意。感谢这个机会，互阮的心意袂枉费，互阮伫这条路继续搁坚持。但是伊无爱公平，伊去追求爱。我嘛毋望讲，阮像阮较无爱趁钱，阮来做艺术。毋望讲，大家拢会使有这个自由追求家己爱物件。我的愿望就是讲，遮尔水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该传落去。所以我带我的查某囝，毋是为着参加这届的比赛，阮才听歌戏，阮是逐工听歌戏。对，阮洗碗嘛咧听，洗身躯嘛咧听。阮有闲，阮2个都用歌戏伫遐对话，伫遐对唱安尼。所以这是阮。互阮足欢喜的代志，嘛是阮生活快乐的来源。我希望这个快乐会使分享予咱台湾所有的朋友，互咱这个足水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感恩，感谢。学歌戏真欢喜学歌戏呢，规工拢是笑眯眯。学歌戏呢，在语会当进步。学歌戏会当互咱的文化更较定根。所以，这希望咱主办单位会当继续来办落去，真感谢大家。摇嘿！第3届歌上青全国歌曲调比赛，现在开始咯！各位亲爱现场的观众朋友，歌上青的活动已经举办了第3届，哇！内底真侪囡仔拢唱得真好，不管是对8岁开始到17岁，其实因的表现每一个阶段，其实因拢因的成长，我感觉讲这是互我上感动的所在。参选的这囡仔，大家拢有够用心的，有够宝水的地方，我感觉足感动的。其实呢，每一个囡仔拢有伊的特色。当然，囡仔这个表现呢，咱会当讲是一个对歌戏真大这个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加进步。
歌上青的这个比赛吼，伊毋是要比全台湾向上高唱歌戏，是要互所有台湾的民众拢会晓唱歌戏。这个参赛者是为5000多人内底选出来，所以真正是无简单。本来以为讲即摆囡仔吼，可能练台语嘛，讲袂练转啦。啊，想袂到讲昨昏吼，哦，大家拢唱得真好吼，所以阮伫评审的时候啊，真困难。都是很年轻的参赛者，咬字音准其实都相当好，比我自己原来期待跟想象中要好很多。真想讲吼，全部拢个录取入去。其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进步的非常多。啊，过来一寡外口的吼，素人这种的，吼，因表现非常好，甚至有几度我听到起鸡皮疙瘩，然后也有一些部分我觉得他们参赛者居然有我觉得可以学习的部分，我觉得蛮感动的。听因在唱，内心会笑，嘿，感觉希望。我嘛非常感谢迄落学校的遐指导老师吼，因的教导，因为老师教因唱，因才晓唱嘛。嘛感谢所有的家长因的支持啦吼。歌上青的这个活动伫咧推广，我感觉是互这个所有台湾的这个爱歌戏的这个兴趣的好朋友有一个最好的这个舞台，然后让观众在这个平台看到人也知道哦，原来这些就是歌戏的曲调。我觉得这个对推广歌仔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绩效一个功能。今年是由这个歌戏的这个推广基金会来做，一定会愈办愈好。这个歌上青其实是要为歌戏制作更加侪基本关键。咱保留传统，对传统再过来创新，安尼嘛靠些少年人愿意来看。歌戏本身伊来做一个调整，伊若无顺应现代潮流，伊会去时代给淘汰掉。难得现在有年轻人愿意站出来，所以我们要多多鼓励他们。希望有一天把它推广成是我们的国剧，对，歌仔戏变成是我们的国剧，互台语这个文化会使更较深、更较稳定。希望大家会使唱歌戏，吼，冤家嘛唱歌戏，要炒菜的时候嘛唱歌戏，扫涂骹的时候嘛使唱歌戏，爱变成生活语言。人伫咧讲落声哪响，观众就来。好戏连台，一代传一代。我希望咱歌上青嘛同款，会当一代传一代。好大卖照。
欢迎来到第3届歌仔上星全国歌仔曲调比赛成员组决赛现场。是欢迎咱即马现场，也阁有咱线顶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今日嘅主持人郭奕环，我是卢冠仪。也咱昨呢，这少年组也阁有团体组的比赛已经顺利圆满结束啊。今仔日呢，就是成人组甲专业组的比赛，已经要来开始进行，真正是愈来愈精彩咯。昨个比赛大家毋知有看无吼？咱这个囡仔足古锥的团体组的表现嘛，非常的好。相信今日成人组啊，佮专业组的这个参赛者已经拢准备好啊。是。准备好，咱等下就会使看到因精彩演唱。伫个正式比赛开始进前，咱来先邀请咱上届辛苦的评审团出场。头一位是咱的总调集人林茂贤先生，掌声有请。后一位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咱的王金英先生，掌声有请。王阿姨。接落来是咱的孙翠红先生，掌声。小凤姐姐。后一位，咱要来邀请的是咱的董美云先生，掌声有请。接下来是吴英顺先生，掌声有请。最后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咱的齐阿雄先生，掌声欢迎。也咱首先呢，嘛是共款爱先邀请咱上辛苦的总调集人林茂贤先生来向大家说明今仔日比赛评选的办法。有请先生。各位善男信女，大家好早。我是歌仔戏基金会董事长林茂贤。那今仔日早起呢，咱要举行的是这个成人组的比赛，成人组的比赛。那成人组的意思呢，就讲这个唔是职业的啦，唔是以演歌戏为生，这款是成人组。若是以做歌戏为职业的话，就是下晡的专业组。所以呢，咱来自无同的行业，各行各业拢有。咱共同的兴趣就是唱歌戏。那所以呢，这是成人组。那今年呢，甲前2届无共，今年迄个报名人数5140个，所以今仔日会当徛伫舞台顶悬，恁拢是上界优秀的。那所以不管今仔日比赛结果如何，咱5万各位呢，继续支持歌戏，继续唱歌戏，安尼好无？今仔日呢是决赛，那决赛伊的评分的标准呢，有几项。第一项呢是这个唱曲的技巧啦，你看卖，平平一个7字调、大马调，董美云唱的、王金英唱的、孙翠凤唱的拢无共，这个运用伊演唱的技巧，那这个你演唱的是免拗韵、免牵韵、免收尾，这是。演唱的一个技巧，所以唔是甲一首这个曲调唱完尔，爱运用这个技巧。那第二个是家字，咱知影过去歌戏伫表演的时阵，特别是外口戏无字无，你若家字无清楚的话，人就唔知你到底你唱啥货，所以家字这是第二个这个重点。第三个是音准，音准就讲袂使走音，袂使背韵啦，这是所谓音准。那第4项呢是台风，也就是讲上台是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唔通跌落来台骹，这是台风好。那这个因为咱歌戏举办的歌仔上星举办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拢来唱歌戏，
大家拢来唱歌戏，所以呢，阮无要求讲你都爱穿迄个戏服，嘛无要求讲你爱有骹步手路，安尼话才有法度互更较侪人来参加啦，所以阮一直强调讲，比赛毋是要选讲全台湾向上高唱歌戏，因为这人拢无来报名哩，对吧？系啊，咱是要互大家拢来唱歌戏，因为大家拢来唱歌戏，安尼歌戏才继续流传。这是阮即个活动的即个目的啦评审内底若有讲现任的学生啦，现在的艺生也是讲三等亲以内比如伫外口偷生迄款的啦即个评审的拢会回避安尼才有公平啦咱的评审的组成呢有迄个专业的资深的演员我想这三个排出来，大家拢无会讲啦。所以阮会请即个音乐的学者，音乐行业院长，迄个戏剧史的即个学者，所以呢，咱保证讲即个比赛一定非常的公平，所以呢，青年组以往的比赛时呢，拢非常激烈，所以你想办爱互家己的即个错误，还是讲家己的迄个缺点呢，减较上少，安尼才有即个即个调整即个希望。那不管如何呢？阮希望讲你会当来遮参与决赛，已经是咱全台湾5000几个以来内底上界优秀的希望大家呢都心情放轻松尽量表现恁的全长感谢大家。感谢咱无限先生的说明，咱即摆嘛是先邀请咱所有的参赛者到后台来先做准备，请大家搁互因一个普话声，甲因鼓励一下。咱即次的比赛总共分为4场的比赛，除了昨已经完成的这少年组，也搁有团体组的比赛以外，搁是剩的就是今仔日这成人组甲专业组的比赛。每一组大家实力真正拢是非常的坚强，嘛，互咱大家会当看到讲，咱台湾各地阁有遮尔济喜意歌戏的好朋友。我相信这大奖要颁发到倒一个得奖人，这就要靠咱所有的评审团来左右为难咯。好，利用后台咧准备的时间向现场的观众朋友，咱小可介绍一下咱今日活动的流程。总共有10组的参赛者，在因轮流上台表演完毕了后，咱会请评审团的代表来做讲评。讲评结束了后呢，咱会休困10分钟。这10分钟呢，主要要互大家投票。咱所有的观众朋友，你嘛是评审，咱要选出人气奖的得主。是。到时阵咱就请这线顶的朋友恁会到咱这歌上青官方粉丝专页，会看到一个投票的链接。每一个人有1票现场的观众朋友嘛是同款，咱会当趁到这中场休困的时阵，到前台区投下你手中这现场的1票。所以咱每一位观众就是上重要这最佳人气奖的评审，请大家就在心中投下你手中这1票。现场的观众朋友，咱毋免紧张；网络的朋友，你嘛莫紧张。咱投票这个链接还未开放，大家爱先看比赛无偷走的啦。所以呢，咱专心看了比赛了后，咱这个链接伫咱的国画雄青官方的这个脸书上面就会开放一个连结，QR code， 大家就可以投票。现场的现场的朋友，咱伫外口有一个投票帮，恁入场的时阵应该拢有看到。利用迄10分钟，咱来投票。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的手机爱记甲关机、关静音，咱毋通因为你的声音影响到遮参赛者的表现，安尼因足冤枉，你嘛足冤枉咱趁即马甲伊关起来，是。向大家说明，就是咱成人组的比赛呢，时间是伫咧120秒到180秒，也就是讲，这表演的时间爱控制伫咧2分钟到3分钟之间。我相信即马后台所有的参赛者应该是拢已经准备好咱即马就来邀请头一位的参赛者，成人组咱头一位的参赛者是李冠毅。要演唱的曲调是《马车夫之恋》以及《江湖调》。掌声欢迎！来呀来呀！
小肉粽哦！啊，吃就对了，吃就对了。哎，大家赶紧换过来哦！街头巷尾卖肉粽的，阮是歹命的艰苦人咯。唔惊暗时落水酸洗冻嘞。嘿，肉粽哦，肉粽哦，小肉粽的。肉粽卖无赚有了甘咯，为着生活卖肉粽的，为着生活卖肉粽的，哎，哈！我有一个朋友吼，对我是真正好，伊讲啊，肉粽来食，免惊的卖无，好心伊就甲我报。我肉粽看咧，沿路一滴二，卖肉粽哦，卖肉粽哦，小肉粽哦。开始啊，开始啊！啊人咧，一个水姑娘啊咯。看卖咧，规那肉粽，甲我食了了哪有人安尼使用这么着钱要害？虽摕现金，搁无欠少，今仔日的肉粽铺，搁正有小爱。冇事啊，冇事啊！一个查某咯，出手大方，实在真好客阿姨，钱拢照算哦，佮互我卡价台，马上就来看好详细。哪会愈看目睭愈花啊伊？哪会愈看目睭愈花？这敢不是金山贵啊？贵啊！大逛。去帮他出音效我该出大无声。是咱感谢咱李冠毅的演唱。冠毅啊，伊其实是一个跳舞的舞者，嘛是一个现代剧场的演员。伊连续3年来到咱歌仔上青来比赛，伊讲伊有一个希望，伊希望讲咱歌仔上青会当永久安尼甲举办落去，伊就会当一直徛伫咧舞台顶。所以咱看到一个现代演员这么介意歌仔戏，真正使人非常的感动。我相信伊逐当来参加，毋是为着一定要得第一，还是要奖金，要挑战自己。是，无毋对，这真正嘛上重要的代志。对，因为每一遍挑战自己，真感动。好，后一位要上重的是咱成人组2号的参赛者赖志明，伊所要演唱的是7二调甲江湖调。掌声欢迎！掌声欢迎！哎呦，一狗惊声，都唔坐叫唔徛马，2支脚用步练的，行到脚用要酸死。哎呦，早知哦，早知要甲厝的迄7个爱哭爱缀落的囡仔甲带来，也若无，即马就穿上狗家家人步步养哦。子孙满堂，水母阿姨在牵挂，我怎唔知？欢喜甲幼年结了3载，一心专无。灰彩，大爷
持家在。年尾做月来，真子生囝嘛真厉害。5年7体，时刻会着来哟。3个查甫会落田，3个查某会款厝内。细汉的古水是狗仔塞奶，全家老热是笑嗨嗨呀的。人讲好歹过是爱的甜，好歹查某嘛爱的生，无死无断大心开。哎呦大姨呀，大姨你无顺是上气开呀嘿。也少年无想一两胎，吃老运动真悲哀，辛苦白听无人插，身子白啊搁无通菜，断转香火是妖啊想呆，表兄休车再娶，嘛这样该。感谢志明所带来的演唱，伊嘛是连续3年来参加比赛。哦，足侪应该拢是连续3嘿年。，伊讲伊自细汉吼对阿嬷的身躯边，所以阿嬷去白卡看伊就去，就爱歌戏的。他都迄录音带应该是阿嬷的，阿嬷的压箱宝啦，嘿，很有年代感。就有阿嬷的开讲。是是是，那个听讲啊，咱这个拄则这个参赛者，伊个是一个国中的英文的老师哦。嘿，所以咱真正就需要讲，咱国大学校有这块老师愿意来为咱歌戏来做推广。哦，安尼伊会使伊的班内底吼，嘛会使教大家用英文唱一下歌戏。是啊是啊，所以安尼可见咱歌戏安尼冒险也袂人安尼。冒险老师会生气，我是要推广台语，你叫伊用英语唱。伊头都有甲我紧，我有看。今天我看到有刀光出现，斜看我一下。好，咱即摆后一位要上场的呢，是咱成人组第3号的参赛者吴伟伦。要演唱的曲调是《彰化杯》以及7字啊，掌声欢迎。哎嘿，我是哥哥的好意啊边啊，高贵就是我的命的，嘿嘿，也父母只用我啊小命命。好啊名声，哎呦好名声。阮爸祖的歌风采，祖先一定是通啊人知的。这个读册练武，武啊无爱哟。我只爱美丽，愈啊滚彩，哎呦愈啊滚彩。要我今日实在哟，是真无理由，我无想过点个天头啊。我高贵想母的啊，伊落来去我口啊的。来去佚佗，拢会笑摇，这害我出事哦。我来有准备，袂往迄个家市啊，在的一打是的。也为
是话来去呀，来去哦。感谢咱吴伟伦的演唱。啊，伟伦即马是一个大学3年的学生，伊嘛是今年嘛是第3年来参加咱这歌仔上青的比赛。伊讲啊，伫咧这学歌戏的过程当中，伊熟悉真济这介意歌戏的好朋友，这嘛是伊感觉上欢喜的代志。其实吼，为昨甲今仔日，足侪人拢讲，伊来学歌戏的时阵，熟悉着足侪好朋友。对，无毋对。我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你若无对象的，欢迎来学歌戏。对啊，甲你志同道合，嘿啊，好朋友。无毋对，无毋对。后一位要上台的呢，是咱声音组4号的参赛者于旭阳。是伊所要演唱的曲调是《漫漫春宵》甲《北风调》。掌声欢迎！掌声。三天。学车时阵，最爱送你，你成将阮何袂想起？恁我调咱恁我天。青梅着马，好将伊马虎相处真出力，阮拼甲你学下你三匹背你轻托心，轻托心，三匹你呀，怀你去无因心，皮无定数。为何因怀你心肝正残忍，怪你害我为你担心，阮方伊为我担心，哈哈哈哈哈！随便家住。漂流，地不定数，心难受。不过嘛会想起你细汉的模样，只爱七彩蝴蝶舞他桥。感谢旭阳所带来表演，旭阳有来参加第2届，无入围到决赛。伊好胜心很强，所以今年来参加比赛，目的就是伊一定要来决赛安尼就对。对啦，毋惊失败，继续拍拼。恭喜伊达成愿望。对，尤其咱即马足厉害，你看，毋是查某囡仔会当唱小段，咱即马查某囡仔嘛拢伫咧学小段，可以当安尼声段安尼转变，真正非常厉害。大舅，你的声喉其实袂歹。你敢有想到要唱一下？我唔介意，我无小嗓啊，我若小嗓，啥物就逼车去。你伫咧查甫的内底算声足悬啊啦。系啊，较大白啦。好，赞。好，
好啊，咱即摆后一位要上场的是咱成人组第5号的参赛者廖廷伟。来演唱的曲调是多马调以及酷雅版，掌声欢迎。唉，大家点点来听我唱啊！大家点点来听我唱，唱甲来彼当时呀，东北角出有一粒是长尾青，长是长远远，也头担价有个袂乡土。彼当时，阮母啊拄拄好，生我落土时，也着到险险啊死，也阮爸话毋知，阮母啊捡起来饲，饲甲12日，也叫我学转来去讨死。也我走甲无地去，也落尾手，走去甲人来学欢喜哦。也学小生又搁无人走，学老生又搁真艰苦，出代着爱挂迄落喙鬚毛，也少年人着行路花步，这一步一步。拢袂用得受好多，也学三花又搁无亏害，也做机棍啊又搁惊人刣。也若学感情搁上夭寿啊，迄出大头壳就爱急救救，迄一个面。画甲花溜溜，较活较热，拢着爱穿件破棉。彼你袂晓做，踮遐一场，有人角又搁困人厝。话声，迄落点心一块到，也人是用孤行，也我是用孤走。我着芳我讲，迄别人是芳我头。迄个头家问我讲，啊你是饭桶啊？迄食饭你上够。哒啦啷哒啦哒啦当。感谢咱廖廷伟演唱，我家己去刷尾安尼。最厉害，最厉害。啊，廷伟哦，其实吼是这几年才开始去接受到歌戏，啊，所以啊，伊家己嘛真意外讲，啊，竟然会当进入这个决赛。啊，我毋过我相信啦，今仔日吼一定真享受伫咧这个舞台顶。这比赛吼真歹讲，伊的特质啊，我伫咧边仔观察，袂紧张。哦。啊，伊本身的声音就好。哦。你看头拄仔有法度踢迄个，吼，安尼体格嘛算袂歹。嘛算好啦，体咱讲算好。对啦，好，下一位呢是咱成人组6号的参赛者苏信伟，伊所要演唱的是外交歌，哎，就是咱的港澳调。掌声欢迎。望袂落，也望袂赢了来去大厝，也无义落场煞场场输，也转去买田搁假地厝，煞害阮爸仔母啊摇甲，样样是要跳舞啊！
歹运，拄着遐个娇鬼，搁来记招，也招去教场讲看一个看，也看久无挂煞会解药。好哦，要跋牌仔讲摕来偷哦，四脚坐落迄落四角头。明好明枪是飞甲狗，这日拍出讲爱互人包，食着青鸡拍红炮，也无现军来立头，一摆好手跋无够，好叫我气甲洋洋要磕头，唉。也不会学读一上解运，也无去对家离婚，也一摆好手又无咱的份，好叫我去甲食迄落鸦片粉。食点我，就逐项的嘛也会做菜，甲人偷掠假起头厝边头尾是蒙客西，到尾啊规庄甲人三体啊迄边饭看有通食无？头家娘哦，淡薄来分的哦。感谢信维演唱，其实头拄后壁应该是10粒仔调才对。因为这个资料是因提供过来。伊本身呢是爱看戏，而且呢摕一个翕相机。对戏棚伊介意的演员演出，伊就去安尼翕相。这边呢达成伊的愿望，爱看戏，爱看甲台仔顶来唱，真高真高。这嘛是咱国家上青的宗旨啦，对啊，和一个追戏的少年呐，嘛会当变成一个专业的演唱者哦。是。好，咱即马后一位要上场的呢是咱的成人组第7回参赛者张千玉，伊要演唱的曲调是《杜马调》，掌声欢迎。
那困去也望见三个在我的面前，我那袂困你也不愿爬起来看孤点。那感觉伊后壁减3字无唱了，可能时间的问题，控制好。对对，若无违规就袂用的。啊，千玉咧，其实伊是自细汉啊，就伫咧歌戏迄社团，高中甲大学，伊主修的是现代的戏剧。啊，想袂到即马是一个以台语为主的一个做剧场的创作哦。哦，安尼无一定，咱无偌久会使看到伊的作品，嘿，伊的作品是，好袂歹。好，后一位要上场的是咱声音组8号的参赛者陈维如，伊所要演唱的是《杜马调》甲《莲花铁三郎》，掌声欢迎。我本心自问，心也硬结。他好英雄无所谓，挑担成家里，留情万千。今年刘河北路错，今年我欠你养罪还这公平。感
感谢伟如带来演唱，伊本身是一个高中老师。哦，嘿，搁伫咧学校，拄则是高中，即摆是高中。嘿，伊家己搁伫咧高中内底成立一个歌戏社团。吼，为着要推广歌戏。是啊。安尼明年应该使带学生来比赛。对，会当安尼亲力亲为啊。学生会使团体组。为咱的歌戏来做推广哦，真正是受人佩服。嘿，而且伊嘛家己做一个示范，互学生看，你看老师遮勇敢。明年大家做伙来，无毋对。好，咱即摆刷来后一场后一个要上场的是咱的成人组第9号的参赛者郑永富，伊要演唱的是杜妈调的对唱，掌声欢迎。水波冰冷一点红啊！闹像阮汉家里的有林人，冰冷清芳滋味重，阮啊食着规身嘛正轻松。看你一双的大脚背，长山美丽是三寸金莲，行路弯路风月月。讲因林不醉也凄美，阮天生自然的形体啊，为何着寂寞败甲溃？阮大脚爬行路嘛真好势，上山落海嘛无负罪。家里金手归你，见人总是好咧咧，文雅传宗小代替，含羞带口搁半比白。啊哈哈，笑死人！后比白后脸妇啊，你讲啥？我听无。相互交做红颜亲啊，三种事着水滴尽，哪有像你用花水性？阮真一个烈女，食老美名。你就爱安尼，安尼才好。安尼才对，你安尼啊，好啦，恁嘛人拢无想家己，用花水性是恁汉家男儿，三个某，四个媳，哎，阮是两人牵手，好情啊义。男人若是在情好，三七四千嘛不嫌多。同流家话万千个，多领导讲家婆。感谢咱这郑永富的演唱。永富其实伊是细汉开始就伫咧庙口看名戏大汉的，到大学的时阵，毋则进入到咱这歌戏的社团。伊感觉讲吼，来到咱这歌上青的舞台的比赛，是可以会当唱到伊的偶像的歌曲，圆一个舞台的梦。我补充说明一下，我听着这段，其实我心内底真侪感动。这是当年陈美云歌剧团的气动花开，是不是？好像是对。对啊，气动花开，内底一个环保加汉家龙因两个对唱，林美香老师加陈美云老师，当年这段唱段足古锥的，因为两个人的表演嘛足古锥的，伊头拄咧唱的时阵，当年的画面伫咧我的脑海内底，是，所以伊的偶像应该是陈美云吧？得向咱的陈美云老师致敬啊！美云老师你好。就是要上台的是咱成人组10号的参赛者张佑琪。
伊所要演唱的是，等一下，咱毋是要特别介绍，卡去啊，这是唯一一个。哦，咱拄则拢是万从律中，全部拢是查甫的参赛者，唯一一个查某的。哦，对对对。啊，伊所要演唱的呢是杜马调。咱掌声欢迎。我一日若无看阮三哥的面，啊，酸像黄金，亲像迄只花眼，伫咧吹无定。安怎归日？归日这呢无头绪。阮头早嘛无爱洗净，衫裤嘛无爱换新，该当甲阮三哥来斗阵，亲像吹打地来啉。三哥两心，亲像刻在阮脑印。我三分痴情，醉在哥的心。我有时听人在讲话，仿佛是听过阮三哥的声音。我若困去，若梦见三哥在我的面前，我若袂困，嘛毋愿爬起来看孤灯。三哥啊，你来骂人情深，会互人以情动情。你骂阮的心魂啊！乱阮的心。咱的时间控制了真严格吼，杜马调后壁剩10秒钟也无爱甲走互了呢。对对，啊，所以甲结束起来。好，咱感谢幼稚的演唱吼，伊嘛是一个咱高雄囡仔，吼，伫咧大学大学的时阵呢，入去这个歌戏的社团开始学习。啊，这边是朋友甲鼓励，嘿，所以来参加比赛，真厉害呢。第一遍就入去决赛。哦，对对对，所以有亲朋甲好友这种来鼓励，真嘛是非常啊，重要。本身的爹地袂歹的款啦吼，啊，头拄有讲，唯一咱成人组唯一一个查某的。是是吼，咱以前呢，人讲学歌戏足济啊，拢查某囡仔学歌戏，即马足济查甫学歌戏。吼啊，因为性别平等的关系，查某啊没有加分，男生也没有加分。对，啊，咱即马呢，这成人组10位的参赛者的比赛已经过一段落啊。咱即马再次邀请咱所有的参赛者转来到舞台顶，做伙听咱评审团的讲评。咱掌声欢迎因转来到舞台顶，嘛恭喜因完成这次比赛的挑战。恭喜恭喜！辛苦咯！哎，无论如何拢恭喜。好，首先呢，咱要来邀请的是王金英老师来替咱做一个讲评。来，掌声欢迎。大家参赛者吼，精神可嘉，
啊，恁安尼今仔日会当最后一关，这拢是电脑嘛经土豆经出来，安尼4、5千个才经恁这个决赛的人才出来，每一个拢唱甲袂歹，吼，恁就是对歌戏有兴趣，可是歌戏唱腔真的很难，嘿，很难，尤其是七字啊、杜马。吼，尤其是七字啊、杜马，你迄个技巧性也阁无，相信你若阁继续家练吼，阁继续家了解，你会阁较进步，已经是袂歹啊啦！大家加油！多谢金英老师，刷来去是齐亚雄老师。哦，听了各位的这个表演吼，真正是高手伫咧民间啦吼。啊，各位拢是上赞的这个歌主题，哦，啊，恁精彩的这个表现，会讲创作俱佳，哦，毋但是有这个专业的水准吼，更加有这个职业大行的这个实力，哦，有人讲入围就是得奖啦，啊，各位嘛是同款，哦，所以呢，有到这个决赛啊，咱等于拢是当头3名吼，恭喜各位，哦。嘛，希望各位继续来为咱歌戏拍拼，吼、好，来。多谢熊老师。是，咱即摆先邀请咱所有辛苦的评审先生，先休困一下，到咱的会议室准备这拍分数的任务。咱即摆嘛掌声，搁感谢咱所有的参赛辛苦的参赛者，会当到后台先休困一下。好，我们先回后台。即摆时间，甲各位介绍一下咱后壁的节目。等一下，咱会先休困10分钟。好，之前我甲大家讲啊，10分钟，恁休困一下，还有咧投票，要选出这个人气奖。吼，啊，后壁呢，阮阁有精彩的节目，有一段三匹英台老大会要邀请大家来欣赏。对，啊，表演结束了后呢，咱后边阁有邀请到咱迄个那个什么 Art Podcast 的主持人哦，来到现场，甲咱歌戏的名导演刘冠良，也阁有美声小旦童婕妤做伙主持，参加一个叫做咱这麻瓜与魔法师艺界的演导场的节目。咱现场的观众朋友呢，你是有机会上台来做伙参加哦。啊，线顶的朋友不要紧，你嘛是有机会，而且可会当得到啊这抽奖哦。嘿，伫咧紧张的颁奖进前，有安排节目互大家来观赏。再一次提醒大家，你即摆会使去歌仔上青的即个官方脸书吼，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顶悬，你就会使看到即个投票的链接，吼，甲你的票投互你上喜意的即位表演者，吼，伊就是人气奖的得主。无毋对，无毋对。啊，即摆就请大家当先休困一下，去啉一下水，啊，马上转来欣赏这精彩的节目。咱歌仔上青等下10分钟后，马上转来现场。感谢啊！提醒哦，迄个投票连结开放20分钟，对，20分钟，把握时间。好，谢谢。
迎再度倒来甲咱第3届歌仔上星全国歌仔曲调比赛声音组决赛现场。即马要为大家来进行的呢，是为各位所安排的演出。这段是三匹英台老大会。无毋对，这段节仔戏是咱这个新团歌戏剧团廖庆基老师所编剧的作品。老师希望互大家来当看到这歌戏无共款的面貌。加上这种白插漆这种较趣味、较笑亏，是完全无共款的。大家应该有观察到吼，咱这比赛为昨到今仔日，其实无人唱着扣条啊。哦。因为扣条是一件什么代志呢？唱了好就是100分，无就是不及格。所以呢，为着比赛，当然毋是一个好选择。讲真呢，吼，嘛因为安尼，咱才知影扣条是咱台湾歌戏内底一个足需要演唱功力的曲调。无毋对，无毋对。所以这段表演内底，咱就会使好好来观察咱这演员如何去表达心肝内的痛苦。这嘛是咱台湾歌戏内底非常特殊的一个表现。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嘛是同款，一定足着急要欣赏这场的演出。那今麦咱就用上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梦忆、江婷莹、吴妍霏、徐颖芝所带来的演出《三匹英台老大会》。
处有亲家，你讲对我三票，情难舍，又讲今生你无会应我呀。林潭马家地卡东，看我面痕啊，望的梦，婚姻是阮无。亲爱的活动，不是应该啊，袂了讲。其实我半人，咱也是转来去。四舅，赶紧准备行李，但即时起程。好，我来去看报告。舅哥，等我，舅哥。
在呀我来的是飘飘落路线，我在你相见，应带你到我去遍世界。感谢新团我一个团所带来精彩演出，三匹阳台老大会，大家看到有心肝酸酸无？要唱这歌戏的苦段无简单吼，你爱要哭，哪唔哭，佮袂使真正哭出来，吼，你哭出来，你的声喉就会无共款啦，好。所以呢，咱后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节目是《麻瓜与魔法师》艺术界演道场，欢迎那个什么 Art 朱奇滚、Mavis、Kira、苏威佳、张虾鼓励。欢迎来到那个什么二的节目现场，我是艺术小白 Kira， 我是越来越爱上国画的艺术狂热分子 Mavis， 我是艺术的工作者苏维嘉，大家好。平常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不是都会做艺术开箱吗？然后开完就可以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表演来做一个打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打分，是不是？闹扣零，我真没有这个大胆。那刚才那个表演，我都整个人都被吸到，想说我等一下出来也唱个苦蛋好了。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大胆，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来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戏曲的底子，所以要来做一个行政事项的公布一下。大家看到我们3个的3零的时候呢，就表示网络的人气奖投票已经截止了。如果还没有投票的朋友，来不及了，下一组呢要赶快卡去看妹，在我们上来之前就要投票投完了。但是话说，我们昨天经过1天的洗礼，我感觉很像上了一个戏曲小学堂。我现在应该是对戏曲略懂，可以准备报名第4届了。哦，大家有看到我眉毛挑得很高吗？
你要确定哎，你是零底子哎。哎，我在后台问了一下戏曲老师，他说如果我一整年认真的练一首歌，至少有报名资格。24小时你就只听那一首歌？对。OK， 好，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能可行。那我现在立刻问你一个问题。好啊。你要选哪一首歌？一个曲目都挤不出来。你看看，只有1天的时间，真的是没话多了。因为戏曲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艺术，所以经过了眼神的确认，我们还是大麻瓜啦，还是大麻瓜。麻瓜什么意思？麻瓜就是什么拢袂晓的人。没有错，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对戏曲虾米拢袂晓啦，还是有多一点点知识，但还没有那么多，所以还是要有请到我们的魔法师。魔法师是什么拢会晓的人。对，那今天来到现场呢，懂得戏曲魔法虾米拢会晓的人，首先邀请到的是2度入围传艺金曲奖最佳导演奖的刘冠良老师，有请。大家好，我是阿良。老师，你今天裤管是没有放下来，是不是？我都要去报仇啊！哦，安内哦。好，接下来第2位画风就不太一样了，水狗女啊，水当当，她是有美声小旦之称的童洁玉老师，欢迎。碎。哇，2位的画风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有一点青少年风，今天是另外一个是典雅感。啊？什么？你们的画风很不一样。比较年轻。哦，你看笑脸。那我们魔术师组呢，跟麻瓜组都就定位。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项要来公布啦，就是呢，昨天我们的第2关呢，也就是生角的身段转译呢，有开放在直播的时候让大家来投票，觉得哪一组做的最有创意？那我觉得是我们。你这么有自信，你说说。哎，昨天大家有看转播吗？老师的上下楼是怎么演的？老师再演一次。电梯直接下去，电梯直接上来，就完成了。嘿，就是楼梯没有要走的意思。那魔法师组对自己有自信吗？觉得观众会选你们吗？最具创意的部分。我这么努力，我才怕。应该是吧，应该吧。你昨天徛规工，你搁敢讲？妈的，我给你画啥嘞？好，那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最后观众的投票结果是平手，所以2位2组都各再加10分。耶！对，20对20，所以只能说观众真的手下留情呢，对我们麻瓜组也真是蛮好的，所以2边都是各10分，所以呢再度来到了这样的平局的状况，我们紧接着就要进到今天的重头戏——麻瓜与魔法师异世界演斗场的第3场要开场了。好，今天的重头戏呢是旦角。旦姐。我对于旦角有一点点疑惑，就是旦角是不是都是要优雅的小姐啦、公主啦？那有我可以演的旦角吗？我是没确定啊，老师你感觉嘞？啊，这当然嘛是有啊哈，因为呢，我们所谓的旦呢，就是女性角色嘛，女性呢不是只有一个面相而已，不可能大家都是休假是公主啊，那必须嘛需要老婆啊，就是一些老妇人啊。或者是像，我觉得老师就很适合，譬如说，像咱的歌戏内底有属于，我相信大家拢知，王魁富贵英吼，廖琼枝老师就有名戏，内底就是他们在青楼嘛，青楼里面就是有个那个老鸨的角色，哦，嘿，就是比较大姐头的部分吗？我可以。好不好？来看观众，我来讲，大家是不是觉得很适合这位老师？就你看。可以啦，你有戏可以接了。对，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好不好？一看就知道适合演什么，对不？哦，所以说你还是有戏可以演。对哦，所以你若是要参加第4届歌仔上青的比赛，我就给你建议，你当看伊出去，啊，内底选一首歌，就今仔登去开始就开始练，啊，就当报名。好，安尼练1年。对，我等你。好，我要看到你有报名哦，吼。你的压力大了，老师眼睛都 too eyes on you。好 ，OK。那我们紧接着呢，要进到这个旦角的身段转译呢，当然就是会请2位女队长呢来做这个身段的转译，然后一组比的时候呢，另外一组就要来猜，猜对了不代表就会拿分，他还要在10秒之内呢做他的，比如说像 Mavis， 他受过的训练是比较现代肢体。这一类的训练，还要把它转译成他的熟悉的部分，然后呢才会拿下那2分。好的。那同时呢，麻瓜组这边还是很需要现场观众你们的支援，因为偷偷说哈，现在平局，但是
昨天有关键2分是观众帮忙拿的，真的很重要。所以说呢，现在呢就要邀请冠良老师跟威嘉老师来各自为麻瓜组还有魔法师组找到各一位勇者选手愿意的话也可以上来。是，如果选手也愿意的话，也可以上来一起哦。哦，已经很积极，有人在玩一下，跟我玩一下。哎，我还忘记说一句哦，就是上来的朋友是有红包跟小奖可以拿的哟。直播的观众也不要觉得孤单，你们的每一票真的尊都爽。你们的每一票呢，投下最具创意的那一个组别呢，他们就会在下一场再得到加权分数哦。来了，加，有请。请问魔法师这边的勇者怎么称呼您的名字呢？哎，这是什么名啊？他大声讲出来。阿蛋。啊？来，阿蛋，阿赞，我拢考你哦。阿赞，念一下，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在一谋杀练凳了哈，所以我都要再三确认一下。来，请问这位勇者，您的大名怎么称呼？大家好，我叫阿魂呐。阿魂呐，台语阿魂呐。好，阿魂呐，跟阿弟啊，阿弟跟阿魂。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事不宜迟，在勇者都就定位之后呢，我们就要再请魔法师先攻喽，来喽。好，好，第一题，金就看，扫蛋出来就是不一样。我们要回答喽。好，来，1、2、8天。有优生吗？1、2、3不会听，不会听吗？还是你们提示我们是几个字？2个字，2个字。如果只有2个字。老师，你卡森，卡森，来10秒钟，哎，你们笑那么开心，确实是没有错。10秒钟，卡森要来转译了，10、9。我真的是觉得你这个直白到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麻瓜组顺利拿下这个2分。我来请教一下老师，刚刚特别做了一些前面动作，不是直接敲腿，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延续一下，你不可能马上我这么卡出来了，马上还呢，就很奇怪。所以我是觉得对，还是要做一个延伸，譬如说路行过啊。难变卡了深啊，所以才做这些动作。好，而且我只有做这里，我没有做这里啊，这里啊。哦，对，他敲哪里就是哪里酸，就针对哪里。哦，所以大家不用猜哈，就是不用像女人心海底针还要猜说，不用，他现在敲这里是不是没有那么复杂。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换麻瓜组要来演绎喽。紧张，看，我等下就给你丢。来，我的来了。好，去吧。仔细看哦。亲爱的，你要不要到前面来？我要渐渐的往前拿。来，我渐渐的会点哎，会点哎。可以了吗？可以。你们猜，来。鸟啊，有一个动作，鸟在冲啥？鸟在冲啥？行路吗？你在冲啥？行路吗？你在你冲啥呢？渐渐的往前的部分，往前爬。哦，但算对啦。啊，唔过你要你行路，对，你要你行路，对，就是安尼。老师10秒钟转译才能拿下这一题哦。你说转译这个动作吗？对，就是鸟啊在上，在行咯。老师比较优雅。哎呦，好，这样吗？哎呦，老师，你真正是妖妇啊！你不是老师刚刚那个动作一做，真的是旁边人都酥麻麻的，真的是。像我很好奇啦，老师一般来说在戏曲里面，我们会到4足跪姿吗？其实如果静脉瓜语呢，因为我们瓜语的剧本本来就很多面向啊，所以当然现在有一些戏呢，我们就会有这样子是可以做的，只是说你要把它美化啦。如果扣零的戏，对我们还是要身段还是要接受一些训练，然后把这些动作做美化，礼毛啊什么的，要把它尽量把它美化这样子。老师，你之前有演过这种动物吗？有啊，就是有演过，就是我那时候演一出戏叫《红星蹦》，就《封神榜》，来在手摊地就是被那个九尾狐狸附身，但他被附身之后，他不可能那么快就是变成人，所以就可能跟着那个剧本的歌词就有意思是说，他是慢慢睁开眼睛，然后慢慢睁开眼睛，他还在理毛，然后理到后来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爪子怎么好像变成手掌，手指头才打开。
然后慢慢他才发现，哎，我的脚，我怎么会有脚？因为他本来是这样嘛，然后现在变这样，然后慢慢然后再试走，都会有个过程。难怪刚刚老师的那个猫让我觉得有一种妖精的感觉。要高逼嘞，太后啊，老师换我了，换我了。下一题的哦。哦，嗨。看他猜。金秋款，金秋款。好，认真看。直接回答。害羞。无唔对，W。我觉得，可以得分吧，可以得分吧。开根号，2分再开根号，来2分给他加下去，没有问题。哇，老师刚刚那个害羞，可以再帮我们稍微演示一下说。就是你今晚来看，你马是赶快还有前面要铺排一下。我现在可能看到谁，哎。他长得，然后还是要先看，然后不好意思看，然后再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就是有看到帅哥的部分，然后我刚刚没有看到。你刚刚就是自己就直接开始害羞了，完全没有要带过场的部分。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换麻瓜主要攻喽。好紧张，这跟刚刚有点像哎。好，等一下。你刚刚那个害羞不是以摸摸一样就很难呢。是比比亚球吗？比比亚球，比比亚球是什么意思？老师？比比亚球就是微微偷笑，噗嗤一笑嘛。来，你讲。噗嗤一笑，噗嗤一笑之类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2个字。2个字。偷笑。丢，无唔丢，就是偷笑。偷笑。W 之中，老师要来诠释一下。W 吗？对，10。哦。有明显吧？谢谢，我小力长哎，我真的很紧张。这里要来考一下老师，老师，你刚刚这个是一个比较文雅的大小姐感觉一点的吗？哎，没有哎，因为我有发出声音哦，所以大小姐不会发出声音。对啊，不行啊。无你趁即摆做一个。哎，今日无你我看到，今日你我看到，我噗嗤一笑。哇，什么？噗嗤一笑？阿良，对不起，我今晚看到1。我真的很抱歉，我怎么会？好不容易2个可以同台演。我上车你出来就水水啊，你今仔讲。但是，我真的很抱歉。没有问题，老师刚刚那个呢，完全的很好的演示了。所以说，其实一般来说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基本上不会让你去做有休假，还是讲就是说可能譬如说比较有一点点身份地位的 Ruby、早干娜，其实也是不太会发出声音啊。妈妈桑好球啊！妈妈桑，对，这个我比较会。美女，你要来报苗。我这样看到你的名字。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这个偷笑的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小惊喜。哦，来，我觉得这个做呢，大概观众朋友呢一定都很清楚知道哈，都一样。好，我总觉得很像默剧。他们一定都知道。对，无唔对就是开门。10秒，耶！你很棒啊！阿芬很高兴。是开车门吗？铁门，开铁门，我的店里的铁门。我真的是啊，好，我觉得你很棒，你完全把各种动作简化，我要把你称为简化达人。好，麻瓜组顺利拿下这2分。好，最后一题喽。最后一题。OK。哦，我知道。来，你知道吗？我知道。多扎波借来，你别当学光。来，你别当学大胆的给他说出来。日本较有，来，日本较有，美国嘛较有。豪华的运动，我尽量看你看皮。滑雪。对。我唔丢。来，现在可是难题来了，10秒钟之内，老师来诠释一个。解释吗？诠释一下那个滑雪，因为你以前没有滑雪吗？以前没有滑雪，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如果碰到雪的话，可能是也是一样，就是然后会冷，然后对雪飘。没有滑雪，有滑倒。你们好，然后可能一样走一走，哎，不小心。哎呦。对，然后还是对，就是会让，因为以前没有滑雪这件，对。
因为我想到《甄嬛传》里面，我知道冰溪，冰溪，所以以前这个冰溪不算是不是？我学的是无这个，无这个里目前是没有。哦，我了解。所以刚刚呢演示的就是，如果在雪里面，如果在雪里面，就是会对。好，阿良老师刚刚有讲到关键滑倒，就一连串的不滑倒就变滑雪了。我们请阿良老师来示范，一连串的不滑倒，我们就滑，一连串的不滑倒就是滑雪，快，变成名句了。小短，你可以的，我知道你。滑走。我是觉得哈，我们台下如果有戏曲老师，现在应该哭笑不得。但是我觉得很好，以后说不定我们歌仔戏就会开始有一个新的动作，就长这个样子了。那个我都有想到讲会使有滑雪的动作呢。哦，真的吗？哎呀，来，阿麦较现代了。好，对吧？你要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吗？啊，咱红仔鸡嘛是要摆出来我安尼。然后专心。这个身段非常的好看，但刚刚我有一种你是水行侠吗？感觉在划那个很大的浪的感觉。美拜。好，今天呢，等一下，我现在突然发现你们又再度打成平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观众全部都猜对，真的，我们观众太优秀了。所以平手的情况下，两位勇者恭喜都可以获得红包。这边。来，谢谢，谢谢两位的参与啊！先不要急着，他有一个心得想分享。各位大家好，因为刚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然后我想推广一下乐器。我现在在学乐琴，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那个左营永清国小。哦，好，谢谢你的推广。但是你刚刚这赚了一个推广的时间，所以我要出一个小任务给你，请你用窃喜。我刚刚赚到了一个推广的时间，窃喜的方式来表现给大家看一下。没事，可以，谢谢。哎，窃喜拿到红包要开心，开心的样子下去。对，他现在很开心，他笑得很开心。他说他笑得很开心。好，没有问题。我都要弄骨头啊！你一边滑雪一边笑。谢谢。我们不要为难勇者。好的，今天这个旦角身段转译呢，大功告成。两位大家希望透过就是婕妤老师，还有我们可爱的 Mavis 的这个转译呢，大家可以更加了解戏曲里面旦角他们的身段啦。那再度打成平手，所以我们下午再战。也谢谢大家，我们。麻瓜组被紧追在后，觉得很害怕，所以造啦！哪里造？哪里造？嘿啊，感谢咱这麻瓜甲魔法师的主持群呐。其实吼，咱拄则看到咱这代表这魔法师的这个婕妤啊，伊为咱示范着一个小段，其实有真济真幼路的手势甲眼神。是，人讲以前我会记得陈美云老师啦，伊嘛是会教小段。伊讲吼，目睭你就是手较对，你爱看较对，手比较遐你来看。无毋对。其实大家都真是无看到，婕妤伫咧后台啊，因为伊嘛是咱廖庆基老师的结业艺生，是。所以拄则咱张梦怡老师在唱的时阵，伊嘛伫边啊，伫咧唱，伫咧比安尼，迄是大家真正无看到，伊真正足享受的安尼啊。嘿啊，所以经过这两段的演出了后咧，我相信咱即马坐伫台卡即排的参赛者，心情有较轻松无？无，你看，共款无对啦，安尼就对啊，因为刷来吼，要甲恁 Q 转来现实啦。咱刷来要进行的呢，就是咱的颁奖典礼。是啊，所以咱首先呢，咱要颁发的是由咱所有的观众评审团所票选出来的人气奖。咱要邀请到的就是咱的。董美云先生上台来为咱颁奖，掌声有请。真多谢，我想他拄则伫咧坐伫台卡所有参赛者应该真紧张，除了名次以及我，这嘛是一个真大的奖吼，人气奖。所以即马咱就来看到底是什么人得到大家肯定甲投票支持吼。好，歌仔上星第3届成人组决赛
人气奖得奖的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了，这内面真正有名，真正有啦，赖志明。恭喜恭喜赖志明，恭喜志明人气奖。哎呀，这位就是咱讲的国中的英文老师啊，对对对对对对，嘿，真多谢呢为咱的歌戏咧做推广。感谢鼓励，感谢鼓励，奖牌一边，咱还有奖金。人气奖奖金1万块，恭喜恭喜恭喜！好，咱请伊发表一下得奖的感想。首先要感谢就是咱的主办单位吼，互我阁有这个机会徛伫咧舞台顶，而且伫遮想要感谢的就是咱南投民族女子歌剧团的李静娥老师，互我鼓励，阁有互我指导，阁有伫我学戏的时阵吼，原任的即个单立乡歌戏团内底的詹慧君老师，欧慧君老师吼，歹势足紧张的吼，阁有即个詹巧云老师，互我即个唱 Q 的指导吼，上后尾感谢就是讲我的学生啊，阁有我的亲戚好朋友帮我斗投票，感谢恁，多谢恁。再次恭喜咱的得奖人，嘛感谢咱的颁奖人，请到后台休困一下。全校拢有投票啦，对，应该是动用着所有的学生。啥物人有法度赢伊啦？后摆我嘛来参加，我嘛叫我学校全部拢来投票，比较的嘛拢爱来哦。是啊是啊，无唔对。好，咱即马刷落来咧，咱要邀请的是咱的徐阿雄先生上台为咱颁发，由咱即马现场的评审团所票选出来的评审奖，掌声有请。大家好吼，咱即马来颁发即个评审奖吼，咱5位评审对即个评审奖的即个结果啊，讨论真平和，吼，共识很高啦，吼，咱即马来看一下吼。咱第3届歌仔上星新人组即个评审奖的得主是赖志明先生。哇，志明啊，双料得主啊！再次恭喜志明。今麦学生应该给他化工老师请客，请客。鸡排，鸡排是，今麦是奖牌一边。恭喜恭喜！那是咱的评审奖的奖金，也是1万块。伊拢总有2万啊嘞。对对对。哦，鸡排加真奶。恭喜恭喜！你嘛是，佫会使佫讲一遍感想啦。你有无共款吗？爱想第2遍啦。我嘛是共款我嘛是共款吼，就是感谢吼，就是我指导过的老师，嘛真正足感谢，就是吼，这摆吼真正真用心的准备吼，所以才有今日这个成绩，嘛多谢就是各位歹势，真正嘛是足紧张的吼，嘛是感谢今日人吼所有的朋友来支持吼，希望大家会使佫继续支持咱的歌戏，多谢大家。再次恭喜志明，嘛感谢咱的颁奖的先生，请到后台休困一下。是，刷落来呢，咱要颁发的是咱的第3名季军，邀请咱的评审孙翠红先生以及吴英顺先生上台，掌声有请。这个咱嘛是这两个十指相扣，但是伊是阮查囝的老师。因某有来哦，所以我是看互因某看的，因为因人拢无好，我甲因某看咧，知无？哎，来，受教了。教授，主任。咱这来随便讲啊，对啊，你拢无讲几句哦，大家安尼开怀的。大家拢爱听你讲，不是听我讲。是啦，若无对，心情拢会郁准的。对啦，这成人组吼，
入围都无简单啊！啊，即马个第3名，迄就是讲奖金足侪呢。对啊，我嘛足欣赏的啊。8万块呢。我前昨就一直甲这得着奖金的讲啊，有要管出来无？还是有要请大家食鸡排、食饮料无？好，好来，一摆成人组咱第3届。第3届嘿，成人组的决赛，季军张佑琪。恭喜咱的张佑琪，是咱今仔日唯一的一个女性的参赛者。哇！哇，今日穿甲水当当呢，佮头一遍参加比赛，非常优雅，对啊，对来到决赛啊！这嘛是拍拼的成果。对，表现了真好，评审互你肯定。是，即摆办法就是奖牌一边。孙老师，互你，你有亲友团给你翕相吼。好嘞，好，收来咱的奖金。哦，6万块，这拢比咱的评审费较悬啊！恭喜！好，佑琪发表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想。首先要感谢这个主办单位来举办这个比赛，过来要感谢所有评审老师，给我这个奖项。过来我想要来感谢时代歌戏社，给我这个机会，给我栽培。有这个黄美静老师就用心来甲阮教。我嘛要感谢我的妈妈、我的家人，我所有的学长学姐甲朋友，是因一步一步陪我徛起来这个舞台顶。过来我要感谢我的牧民老师甲贺怡老师，是因伫学术上嘛是真鼓励我会当继续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予我支持安尼。上尾我想要感谢林美香老师，伊有唱这段足好听的歌曲，予我有一个榜样会当学习，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伊，嘛感谢今仔日所有来参加的观众朋友。歌戏这条路对我来讲真正是无简单，因为我嘛是大学较开始学的，所以我会继续坚持，嘛感谢大家。感谢。好，咱即摆恭喜得奖人嘛，感谢咱的颁奖人。拄则讲到妈妈，你看我就看妈妈伫个开始切目屎，我嘛足感动啊！即摆后一组毋知影换啥物人的爸爸妈妈的切目屎。哎呦！所以咱即摆互咱邀请后一组的颁奖评审是咱的王金英先生甲董美云先生为咱颁发这成人组的亚军，掌声有请。古水双人组。嘿啊！这个亲爱先生你好，亲爱先生你好。虽然咱感情真好，但是今仔日咱毋是要起来台顶晒恩爱，咱即马是要来颁奖，所以是毋是请你来公布是什么人得奖？足紧张的呢。你嘛安尼，我嘛足紧张的。系啊，看到这囡仔呢，大家安尼这么用心，是安尼有机会徛到这个舞台，知影讲什么叫做念歌做戏歌调。哇，大家拢唱甲足专业的。咱今仔日办的吼，亚军对，迄名我毋敢念，互你念。我这个心脏会无力。袂，你放心，我直接我边互你靠。你较少年，互你念啦。这怎么好意思呢？没关系啦。没关系哦。好啦，歹势，那无啥气嫌，无就我念好啊。好来，要公布啊！公布，好公布，歌上星。交代哦。对，歌上星第3届成人组决赛亚军得奖的是廖廷伟。嘿，恭喜咱的廖廷伟，请上台领奖。哇，这是我讲的，伊的唱念真正袂歹。对。你感觉讲伊伫舞台顶真在啊？足在的，拢袂紧张呢。即马有较紧张吗？颁发奖牌一边。伊嘛是头一遍参加呢。真的吼。特别来到决赛，佫得到第2名。亚军奖金8万块。
哇，好佳在伊无做老师，啊无等于爱请鸡排，爱请乌贼。系啊，请伊发表一下感想。首先感谢评审给我这个奖项，然后我要非常感谢台北大龙洞和华乐社给了我学习歌仔戏的机会，然后要非常感谢指导老师郑子云以及黄思璇老师，然后也要感谢无毛戏出提供这个文本让我可以演绎，对，然后还要感谢我好朋友曾博俊帮我处理音乐的部分，嘿，然后我从小就很喜欢歌仔戏，然后这几年有开始在学习歌仔戏，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成为职业演员，但在那之前，我都还是会一直爱护歌仔戏，支持歌仔戏，然后希望明年大家也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恭喜得奖人，嘛感谢咱的颁奖人，请到后台先做休困。哦。好，打，奉上启停，啊袂啦，啊袂要启停。好，刷落去就是咱今仔日的上大奖，是咱的第1名冠军。咱要邀请的颁奖人是总调集人林茂贤先生，以及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副主任王义群先生，咱掌声有请。掌声有请。咱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参与，会当同齐唱歌啊，所以呢，咱这个比赛规定呢，并无规定讲爱穿戏服，嘛无规定讲你爱加骹步手咯。咱的目的就是讲要互大家拢会晓唱，虽然安尼呢，但是我想今日真侪咱的参赛者，因拢有穿戏服，嘛有加骹步手咯，这表示呢。恁对这个比赛慎重啦，对比赛慎重，我想看完这场比赛了后，我感觉恁爱慎重考虑，是不是来做歌戏？你要整班对无？迄个老师做什么老师啦，做啥？大家拢会当做，但是演歌戏毋是大家拢会当演，你知吼？所以真正要恁爱慎重考虑。我是无迄个条件，因为。我本来嘛是要做歌戏，但是后来有人甲我警告，我若演歌戏会加速歌戏的灭亡。所以我不得已，所以只好做当属长。做班主啦，你也在做班主。嘿，对，所以恁来考虑哦，因为恁大家拢唱了非常好，毋通袂记哩。无论这个种小咱讲发布是啥的名，恁是5000几个人内底前10名，恁是上优秀的。所以如果若讲无得奖嘛希望讲各位继续作为歌戏忠实的观众，继续唱歌戏，好不好？好，来，好，掌声鼓励。现在咱来宣布是2026年歌仔上星这个成人组比赛总冠军。冠军人是林茂贤。我，苏信伟，恭喜苏信伟，恭喜恭喜！信伟其实嘛是咱进前来参加咱以前这少年歌的培训哦。感动就是迄个排相机对戏班的啦，即马徛咧甲台仔顶啊。即马关怀是奖牌一边。好，咱的奖金，真正咁要扣出来，冠军的奖金是10万块，恭喜！好，咱即马请信伟来发表一下感想诶。你会使唱靠调啊来讲，不要紧。多谢这主办单位，安尼每年安尼开遮侪钱来办这个活动。互阮遮爱好歌戏的民众，安尼会当参与。我这是第3年参加这个比赛，因为我头2年拢互赛就互刷掉多谢歌戏的好朋友，安尼甲我提点，搁有真侪
有咧做歌戏的老师，安尼甲我提点，啊，搁互我借我这个师傅的保佑多谢，啊，搁多谢我的厝内的人，安尼甲我支持，啊，搁有妈妈帮我提衫，靠阮爸爸妈妈甲我斗用。啊，我希望这种活动，大家拢会当参与啊，每年继续甲办落去，多谢各位支持，多谢，谢谢。恭喜恭喜！马请咱的所有的咱今晚不来这边翕相吼，是咱请邀后台请所有得奖人甲所有的辛苦的评审先生上台。咱请所有评审，啊，搁有咱的得奖人咧边啊吼。好，咱即马开放，好，即马咱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会当提出你的手机啊，来翕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哦。来，咱即马先看头前的观众。好，咱即马嘛倒手边的观众。好，咱即马看正手边的观众。嘛，中个一个歌仔上青赞，好不好？来，歌仔上青赞。好，感谢辛苦评审，多谢。好，咱恭喜遮所有得奖人，多谢。咱第3届歌仔上青全国歌仔曲调比赛成员组决赛到这圆满结束了。无毋对，下晡咧嘛是有另外一场哦。欢迎咱即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再度进入咱这个高雄文化中心至善厅，或者也是上网络去观赏。所以咱歌仔上青下晡再相会，下晡再见，3点哦。